2026年5月17日，耶穌升天節。福音：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。恭讀聖馬竇福音28章16節至20節。那時候，11個門徒就往加里肋亞，到耶穌給他們所指定的山上。他們一看見耶穌，就朝拜了他。雖然有人還心中疑惑，耶穌於是上前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他們受洗，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。看，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上主的話。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他們受洗，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。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耶穌擁有完全權柄，我們要傳福音使人作門徒。耶穌永遠與我們同在。復活的耶穌有完全能力，吩咐我們去傳福音，並承諾永遠與我們同在。即使我們有疑惑，就像當時的門徒，耶穌仍接納我們，差遣我們，因為他會陪伴我們完成使命。天主，你的聖子今天在宗徒的仰望中上升天庭。他既許諾今世常與我們同在，求你也讓我們來日能與他一起，在天上共享永生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